碰起着青镜，歌续飞。看字念字，捌几字。我是住伫都市校园内的碰起，身躯顶的门是草干仔色的，捌倒的门是猪肝色的。上趣味的是我的尾溜，长长啊，佮碰西西，亲像一支牛年甘露啊！我会用针骹甲食物摕咧，两起大大起的驶袂起，压咧压咧。即款古锥佮伶俐的模样，真正是人看人喜意。其实罕得有人知影我住伫校园内，因为我的手做伫一丛上悬、上粗养的树仔顶，树仔发芽真旺，所以无人会注意到。我三不五时会徛踮上瓦教室的树尾，看学生囡仔上课。有当时啊，我嘛缀咧听甲耳仔啪啪啪。有时阵我会趁教室无人的时，出来行脚花。若拄着主任来巡课，就爱赶紧走去避。若无，互撞着，就害啊！迄天，学生囡仔去上体育课，规间教室无看见人影。我着对树仔顶跳落来，想要去教室找看有啥物通食无。无偌久，远远就看到一个穿甲水水、佮踏悬鞋的主任行对我遮来。我心内想讲，安娘话，紧说！我赶紧撞对楼梯间去，想要爬去哩厝尾顶。啥人知影厝尾顶的门煞关掉咧？我只好秘伫楼梯头，闪看主任走啊未。想袂到，主任的目睭有够来，伊影着我，佮大声喊：“是碰瓷呢！”主任踮骹踮手，稳稳啊，一坎一坎爬起来厝尾顶。伊进一步，我就退一步，退到无路。就安尼，定伫壁角，毋敢震动。主任就摕手机啊，甲我翕几落张相片。
主人愈行愈晏，我着愈带。一声进无步，退无路，搁惊互伊掠去。只好骹步超好势，按算随时要冲出去。我甲主人两个人四蕊目睭金金相。我骹步一下煞，主人煞青帮白帮大声机。我嘛去互惊甲强要闪尿，着伫楼梯间乌白床，先弄着一大片玻璃门。月头想要走对另外一边，砰一声，搁弄对另外一片玻璃门去。就安尼，我伫两边的玻璃门中撞来撞去，弄甲黑暗去。落尾，主人惊甲面仔青顺顺，我着趁伊还阁硬硬的时，赶紧让角。一两三四，惊着无代志。我三步做两步，撞转去修理咪，心肝头也咧皮扑清，真正是好佳哉。想想咧，虽然今仔日去互主人惊一个半小时，毋过住伫校园，享受即款冒险，嘛是真趣味的生活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